各位好，馬主朋友圈又有消息帶俾大家啦。經歷咗大埔能福苑嘅事件，今日唔想喺影片講太多嘢，所以冇整理好資料，但我已經將去馬消息都抄出嚟俾大家睇，顯示喺畫面度。而上期賽前手稿南馬都揾到好多，包括之前影片提大家會去馬嘅耀昌盛世，上次都講明爆冷噶，雖然冇爆到，但今次27倍仲冷啲，保重。都算還翻上場，大家笑我耀昌盛世係流料個清白，今次都刻意喺博薩南馬提供俾大家，仲有多利神區、仍然威風等等都係手稿提及嘅冷門馬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，下次會整合好資料先分享俾大家。之前我會整理消息來源，同埋會比較揀出嚟先分享，今次就直接分享。提及嘅都係今次消息收到有機會嘅馬匹。另外，如果想要賽前手稿，可以 WhatsApp 我查詢方法，我 WhatsApp 係55269236，會有整合每場消息嘅資訊同埋藍馬提供，同埋會整理一條過關飛建議俾大家參考。上期冇中，今期希望可以中到。不過手稿就唔會免費供應，因為喺香港做 YouTube 頻道係賺唔到錢，希望大家可以體諒我哋。下期見。